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南投县政府下晡是紧急来召开着记者会，因为南投增加一个确诊的病例，伊是朝阳科技大学的女学生，甲台中市长所公布的朝阳大学确诊的女学生是同学，目前已经在隔离治疗。甲女学生带做伙3个家属，第一采拢是阴性，无畏着病毒，目前嘛拢在做隔离。这个卫生局长黄昭龙毛说明。 我们有2例的阳性的个案，我们特别是强调是阳性的个案哈。那第1例的个案是60岁的一位的妇女哈，她大概都居住在台北，但是她是民间乡籍的这个民众哈。她在5月18号的时候，在上午10点多从台北的车站哈，就是转运站然后那个台北转运站搭乘大概在10点13分左右的班次哈，国光号回到我们南投县哈，那大概是在下午1点10分的时候抵达国光客运南投站这个地方哈，然后他也步行走路到1街之邻的总达客运站这附近去搭总达客运回到民间了哈。那搭乘期间，搭乘大众捷运这段期间，他都有戴上口罩哈，特别说了一个说明了哈。那这个案回到家里之后，因为他们家里是比较单纯的那个，只有他跟他女儿哈，所以他们回到住处应该是在2点钟左右哈，就没有再外出。那等到傍晚的时候，在5点半的时候，跟他女儿是共同吃晚餐。那期间的时候，吃晚餐的时候，才跟他的女儿透露说，他有喉咙痛还有腹痛的一个情形。那他女儿就是提议，就是说，要不然吃完饭之后就到医院去做采检。晚上8点20分接获这样的一个阳性个案，然后安排了救护车，大概在9点多左右晚上把他送到医院去进行隔离治疗。因为这2个的家人的部分，他的理由史的话都是比较单纯，我们都做家人的部分，那其他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会再继续密切的去足迹的部分，我们还继续还是会再去研判的哈。